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新北市立委的补选，民进党的于天甲国民党的郑世伟来对射，再去两个人拢到沙丁堡的龙门市场去拜票，嘛做伙来接受访问。于天讲，伊上惊这个郑世伟找韩国瑜来加持，啊，郑世伟讲，伊较惊于天找蔡英文来坐镇。 民进党立委参选人于天伫沙丁堡龙门市场拜票，真拄好。国民党立委参选人郑世伟嘛到位。爱个支持，爱个支持哦！好加油加油！两个出现伫同一个地点，双方无调工的回票，规起徛做伙接受访问。选举啊是一时的嘛，那朋友是永远的。于天大哥。 他比较年长，那就让他先到龙门市场，跟摊商、跟陶给你们来拜票。补选的地区，新北市沙丁堡算是民进党的大本营，加上于天知名度较悬，郑世伟表现真欠逼。这可能苏院长吧，我比较怕他找韩国瑜来，真的老实讲，哎呀。所以他比较怕你找韩国瑜。我比较怕于天大哥找蔡英文主席来。 其实选举是自己本身要选的，都要靠自己的。受访说，随手假拄到不少支持者，佮赶紧来翕相。比较下，郑世伟伊到沙丁堡卖菜农名号咧拜票时，拢含人伫开讲，希望讲民众会记得伊。我郑世伟啦，哦，互少年的一个机会，哦，啊你老福建哦。 那咧双雄对决，于天靠面，郑世伟想要挑战另一个版图，都要一步一脚印才有胜算。